来继续来看陆委会3月初已经甲2环航线恢复到10个航点。华航伫北京、上海、成都甲厦门拢航线，后个月开始每礼拜的航班增加到45班。中营后个月每礼拜嘛有39班，包括深圳、广州甲杭州的航线，拢会陆续来恢复。另外，航空公司嘛是小正咧抢东南亚的航线，讲这个2环甲东南亚航线是航空公司下半年的新战场。陆委会进前宣布讲，2环的航线为本来4大航点增加到10个航点，上趁钱的航线航空业嘛已经准备好啊。像华航甲华信航空恢复2环4大航线，4月份起每礼拜航点会使到45班，3月底会阁恢复深圳甲广州的航线。中营甲立营航空4月份2环4大航线嘛，每礼拜有39班，另外3个航线嘛陆续会启航。两岸航线的部分，基本上它的商务客是很多的，然后重点是，其实中国那边有很多的货物都会需要靠转口的方式飞到例如说欧美的地方，供应链产线的一些外移，所以其实像越南啊，已经有非常多的台商在那里就是做生意，所以基本上其实原本越南这个点就是有很多商务的旅客在，再加上越南跟美国，还有像菲律宾跟美国之间的联系也相当深。另外，东南亚的航线嘛真热，包括华航已经恢复台中到乌志明市航线，中营嘛开辟桃园到菲律宾克拉克的新航线，估计菲律宾航线加起来会使到每礼拜35个班次。商务航空4月份会开洛杉矶航线，会员输入指定的折扣码会使省3000块。国泰打算伫5、6月份恢复日本航线，是讲航空公司伫恢复甲开航线的同时，嘛有新问题。华航的长程线飞机基本上运能都已经用完了，所以像它7月要开的2班布拉格也就只能2班，因为它没有多的长程的飞机可以来运用了。对星宇来讲，它也是只能等飞机进来。疫情后，航空公司拢会想要创造商机。嘛，期待讲航线恢复了后，景气会当像疫情发生前才好。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